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新年快乐！今仔初五了吼，今年嘛初五了吼，所以嘛是新年吼。真欢喜咱伫新年过了头一个主日，咱主日伫这个所在，咱来敬拜咱的上帝吼。这是足欢喜的代志吼。咱知影这过年中间其实嘛有介侪代志吼发生吼。伫国外嘛有介侪灾难，咱知影有国外美国遐有飞机失事吼。咱台湾嘛共款有一个车祸的发生，咱嘛知影讲，过年中间咱有一个兄弟姊妹嘛有人身体欠安吼，上歹巴肚啦、感冒啦吼。其实有过年无过年拢共款吼，每一工就是拢有一款的灾难吼，一款的无共款的挑战吼，伫咱生命中间。总是咱伫礼拜日，咱会当倒来到上帝的殿，咱来调敬咱的上帝，敬拜咱的上帝，这是多尼欢喜的代志吼。所以咱用欢喜的心来到这个所在，咱来做伙来敬拜咱的主。所以这个时阵要先邀请大家人吼，后尾咱开始咱再去唱歌，还是讲祈祷进前，咱家己为着咱家己过这个年会当得到平安，咱来献上感谢。无论你这个时阵你的状况安怎总是上帝保守咱到这个时阵，到伊的圣殿会当来调敬伊，真的。都是咱大大的感谢俄罗伊的名吼，所以咱开声来俄罗咱的主，感谢上帝，互咱过新年，感谢上帝，互咱伫今仔日会当来到圣殿，咱开声来俄罗伊，感谢伊。海对啊，是啊，主，阮感谢你，俄罗伊，你保守阮，互阮会当平安过一年，互阮伫即个假期中间，阮一切拢得到顺利，互阮即个时阵来到圣殿来敬拜你。这是多尼欢喜的代志。主啊，若无你的祝福，阮所做的工是空空；若无你的看顾，阮都无有温暖的家庭。主啊，若无你的保守，阮都无有活命。主啊，感谢你，互阮伫你的引带，伫你的带领，即款的稳定的带领下面，互阮平安过一冬。这个新的年。有着新的年的开始，主日，阮到你的圣殿，阮要将一切荣耀、恶乐归予你。向上帝你帮助阮，阮再去敬拜，诚做芳芳的祭献到主你的面前，互阮等下祈祷的声会当透到上帝你的面前，主照你的心意来成阮所求的，照你的心意来成你要爱成的稳定的路。阮献上感谢。献上恶乐，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咱吟这诗歌，稳定的路，伊是咱的主，引带咱行义的路，行稳定的路，无论顺境逆境，伊拢保护咱。你是我的主，引带我行义路。顺境啊逆境，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一句，你听我一默话，永远无变的应允，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过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唱，互我伫你眼前，一步过一步，这是毋茫的路。
人生的路。耶和华是咱的主，伊是我的主，伊带我行义路，顺境啊逆境，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之父，你让我依靠我，愿我宝贝的应允，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过一步，这是阮定的路，你听你唱，我伫你眼前，一步过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你唱，你带我行人生的路，一步过一步。一步过一步，这是阮定的路，你听你唱，我伫你眼前，一步过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你唱，你带我行人生的路。你听你唱，你带我行人生的路。这是一条稳定的路，伫咱过去的年日，上帝保守咱，帮助咱，引带咱行这个稳定的道路，这是何等感谢的代志。总是咱常常，咱袂记得上帝稳定。咱袂记得上帝会听，咱常常做出对不起上帝的迄个心，咱常常做出对不起上帝迄个歹的迄个行为出来。咱介济代志，咱可能毋知影，咱已经是得罪上帝啊。所以这时阵，我要邀请大家用一点仔的时间，为了咱家己的罪来献上祈祷，愿上帝赦免咱知影的罪，还是咱毋知影的罪。咱若知影，咱甲上帝表面讲主啊，我原谅我伫啥物所在得罪你，恳上帝你这时阵用宝血来洗清我，也看我调整我的脚步，互我会当搁行转来上帝你稳定的道路顶面。求上帝帮助咱，互咱行伫正义的路。所以这时阵为着咱家己所犯的罪，尤其是最近咱过年中间，咱可能有做一寡无上帝无欢喜的代志。咱这时阵为着咱家己的罪来献上祈祷，恳上帝赦免，恳上帝用伊的宝血来洗清，咱开声为着咱家己的罪来祈祷。主啊，阮认着阮家己的罪，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主啊，你要赦免阮一切罪，洗净阮一切不义。主啊，恳上帝你帮助阮，阮有介济所在，阮毋知影得罪你啊。主啊，你用你的光来照阮，互阮知影阮伫啥所在已经行路已经偏差，互阮搁一遍倒转，到上帝你正义的道路顶面，互阮今仔行伫上帝你稳定的道路顶面。反正阮有法有气力，会当抵挡这俗世的迷惑，会当抵挡这魔鬼的迷惑，互阮知影要怎靠主耶稣的话语，靠主耶稣是物的保血，甲这个圣神的宝剑来斩断一切的捆绑。恳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一步一步会当行转上帝你稳定的道路顶面。主啊，你甲阮指定，帮助阮所兄弟姊妹伫你面前的这个恳求，这个祈祷，当上帝你会当互阮搁一遍，会当领受上帝的稳定。一步搁一步，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唱，互我伫你眼前，一步过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你唱，你带我行人生的路。
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为着咱的社会来祈祷。啊，特别这个时阵，咱是过年的中间吼，啊，有济的迷信，啊，有济拜偶像的行为，恳上帝赦免咱的国家伫这个所在啊百姓啊无知啊所犯的这个罪，啊，为着咱国家新的一冬，恳上帝引带咱，无论咱的领袖，还是这政府官员，求上帝会当安全因，互因会当明白这个真理。互因会当知影要安怎好好来管理，好好来带领咱的国家。特别咱国家所面对一个内在啊外在的挑战，恳上帝咱引传咱国家伫新的一冬，咱平安。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国家来祈祷，互咱国家伫新的一冬会当平安顺利，无论经济，无论国家的外交啊来内政，一切拢会当有上帝的保守啊，来保守咱的人民会当看清。什么是啊？上帝所喜爱的一个国家，互咱百姓知影要安怎来反悔啊，行上帝所啊为咱批办啊这个水的这个土地。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国家，为着咱国家所面对的困境，咱开声来祈祷。哦，请主啊，所祈祷为咱国家来祈祷，为上帝你帮助我的国家，会当行转上帝你所喜爱的国家。我相信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岛屿是上帝你设立的一个岛屿，因为阮徛起这所在，阮要直接要来荣耀上帝你的名，恳上帝帮助阮，互阮这个所在会当行伫上帝你所爱的道路。哦，一切的邪恶的捆绑、邪恶的关系，恳上帝来破除，帮助阮这政府官员会当明白你，会当明白这个真理，互因有智慧。互因知影要安怎来管理、带领阮所有台湾的百姓，行一个荣耀上帝你名的道路。恳上帝给阮提点，还是要感谢你，最重要。咱为着世界局势来祈祷，咱知影这时阵世界共款足侪无平安。台湾嘛共款吼，这有一的天然的灾害。咱台湾最近嘛是有一地动，尤其咱南部地区，造成这介侪百姓。心不安，世界各国同款有一的天灾，有一因为人所造成的一个人祸，所以恳上帝咱怜悯世间所有全世界所面对的这款的苦难，怜悯所有的这世间的所有的人，互咱每一个人拢知影，要安怎来尊上帝最大，因为只有上帝。也是一切的主宰，所以咱毋是人安怎伟大，咱若无法度尊主最大的时阵，咱一切的破坏、一切的灾难都一再的发生。所以咱开声为着咱世界各国咱的大自然的保护咱人民的心，咱来开声来祈祷，恳上帝怜悯咱世界各国，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恳上帝你帮助我世界各国所面对这个困难甲挑战。我知这困难挑战都是因为阮所有的百姓因阮贪心，阮无法度做主最大，为着阮家己自私的需要所造成的这的灾难。恳上帝你会当帮助阮，互阮明白阮家己的软弱，互阮知影要安怎过一遍，来讲回转到上帝面前，阮知影要安怎做主最大。只有是阮，只有甲上帝保护伫阮生命的头前，伫阮人类的头前，阮才会当得救。恳上帝帮助阮，帮助世界各国，让咱明白要安怎来敲吹迄个真理，就是要化是阮一切生命的主宰。恳上帝帮助阮，来对我是主，来对我帮助阮。咱为着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特别伫台湾这个岛屿，有一个教会设立。我想上帝设立遐济教会伫台湾这个岛屿，毋是要有这个教会只有一个水水礼拜堂尔定，要互人会当伫圣诞节时会当看到讲有足水的礼拜堂，毋是安尼尔。教会的目的就是要传这个福音，要将上帝福音来传出去。所以咱为着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每一间教会拢知影讲传福音的需要。特别台湾这个岛屿。这的庙市，这的邪恶的关系。那教会若无法度这个时阵做光做盐，无法度这个时阵将福音传出去，
安尼即个教会设立即个所在是无啥物意义的。所以咱开声为着台湾的正教会祈祷，互台湾正教会所有的会友所有的迄个基督徒，拢知影要安怎伫即个世代，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知影要安怎将上帝福音救赎生命的福音，安怎传出去，互台湾的正教会正所在，拢会当因为教会设立得到祝福。所以开声为着台湾的正教会、台湾的基督徒，咱献上祈祷。我请主要所祈祷，恳上帝你困境所有的基督徒，互阮知影，阮互上帝你呼召，将做基督徒，将做上帝的百姓。阮的目的就是为着要将上帝你的这个听的福音，这个救赎的福音来传出去。恳上帝你唤起阮所有的基督徒，拢知影要安怎来好好，互阮有好的行为，互阮知影要安怎勇敢来阮四周围人来传这个福音。阮知影台湾有这些所在百姓毋捌上帝，毋捌上帝，毋捌主要所的这个听。恳上帝你帮助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会，拢知影要安怎伫这个地方黑暗的世代，高举上帝十架的光，互一伫世上的灵魂，互上帝失败的困败的灵魂，看到这个光的时，入来这个教会的时，因的生命得到跑放，因的生命得到改变，因的福音会让生命得到翻转，互阮这个台湾这个都市也得到上帝你的喜爱。恳上帝帮助阮所有台湾这个百姓、台湾这个基督徒，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你，哈利路亚，是了主，感谢你，安尼祈祷，靠主所给的生命来求，阿门。一步过一步。一步过一步，这是阮定的路，你听你唱，互我伫你眼前。一步过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你唱，伊带我行新鲜的路。所以为着咱家己甲咱厝内人来献上祈祷，特别过年时间，咱知影咱甲咱的厝内甲一兄弟姊妹、咱亲人拢有见面，咱也知影咱的亲人伫即个过去一冬所拄着的一个代志，可能有拄着困难的代志。未来一冬，咱的亲人可能嘛有一个挑战，咱拢知影，因为咱伫中间咱互相交陪，咱就知影讲，咱的亲人中间有偌济人是面对一个困难甲挑战。是讲过年中间，咱有一个兄弟姊妹可能身体欠安，常歹巴肚、感冒，人无爽快，所以这时阵邀请所有兄弟姊妹，为着咱家己，为着咱厝内的人，为着咱所过年中间所认捌的这个亲人朋友，因所面对的困难，咱献上祈祷，恳上帝当帮咱伫新的一冬，帮咱所有兄弟姊妹和咱的亲人朋友，拄着困难的，上帝对因替因开路。身体欠安的，求上帝医治保守，互咱伫新的一冬有上帝的恩典，甲咱的亲人三甲伫地，咱开声为着咱家己，为着咱的亲人所面对的困难挑战，来为因祝福，来为因祈祷，咱开声来祈祷。我请做一个为着阮的亲人，为着咱的祈祷。我知影即几年中间，我知影有一个人因为南北往来，一个感冒，一个人会无爽快。我恳上帝你医治的圣手临在伫因，互因的身躯继续复原。特别新的一冬有一个无共款的挑战，可能伫工课顶面拄着困难，拄着挑战，伫家庭顶面拄着一寡挑战，是讲伫因的健康顶面有一个无共款的挑战。恳上帝你会当伫即个所在会当诚做因可以当诚做因的帮助，互因会当感受到上帝你是听的主，你是稳定的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是好帮的主，你是引带阮行入平安的主，恳上帝赐我平安，伫阮所有兄弟姊妹，甲阮所有亲人的心情，伫阮的家庭，伫阮的家族，拢有上帝你的稳定的带领，安尼祈祷，靠着这个圣灵来求，阿门。咱为着咱教会来祈祷，特别咱的教会。伫新的一冬，咱有一个的计划，特别咱伫2月23要开好会，咱有今年咱嘛有一个无共款教会要进展，教会要往前行的步调，互咱同心大人同心做伙来向前行，互咱教会会当诚做上帝所喜爱的教会，无论咱的祈祷、咱的敬拜、咱的小组，也是咱的教育训练。青少年事工、主要事工、节事工，也是上年事工、节事工，各上帝都会当互咱的教会，无论
逐面的事工拢会当造就所有的信徒，拢会当互咱的信徒会当灵命得到更新，互咱伫新的一当，咱的教会更较奋进，互咱的教会更较会当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做一个祝福人的教会。所以咱为了咱教会今年度新的事工是讲要计划的事工，咱献上祈祷，恳上帝会当互咱的教会会当透过这个事工，透过咱的训练，透过咱的智慧，互每一个信徒咱成做一个上帝所喜爱的门徒。咱开声来祈祷。还要为咱教会新的年度来祈祷，恳上帝来带我哋教会，互阮的教会新的年度会当过一遍，会当过一遍来领受上帝你的来影响，互阮一步一步来上帝你所为阮差的目标来行。阮的教会来做一个爱学乐、爱敬拜、爱祈祷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会当来传福音、祝福人的教会。恳上帝帮助阮的教会，还有要是来做，还有要一步过一步。一步过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唱，互我伫你见证。一步过一步，这是远望的路。你听，你唱，你带我行人生的路。所以，咱为着咱今早起的敬拜来祈祷，恳上帝帮助，咱早起兄弟姊妹，咱平安到这个所在，咱设立宝座这个所在，互咱早起敬拜成做一个荣耀的敬拜。咱为着咱下牧师来祈祷，特别为着早起要遮讨办的信息，会当互咱得到生命，得到造就，互咱的生命得到更新。咱为着下牧师来祈祷，咱为着早起所有兄弟姊妹会当平安到这个所在，会当看见上帝的荣耀。会当看见上帝的恩典，会当看见上帝的救恩，会当看见上帝听见上帝的真理，咱献上感谢，献上祈祷。所以咱开声为着早起的敬拜，一切会服侍的人，也是讲咱的心内好，会当互上帝来吸引，会当仰望着上帝。咱开声为着早起的敬拜来祈祷。还有主啊，为着早起的敬拜来祈祷，恳上帝你帮助阮早起，来咱早起看见上帝你彰显你的荣耀的所在。互阮早起透过早起所阮所听的、所唱的、所讲的，会当互上帝你的话语进入阮心中，特别一个新的一天开始，阮的心充满上帝你的恩典。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上帝你，哈利路亚，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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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祈祷，阮感谢上帝你，互阮知影伫新春了的头一个主日，阮主日的所在要献上一切儿女。恳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伫早起所在看见上帝你荣耀彰显伫这个所在。我要恳上帝设立宝座这个所在，互阮早起透过阮所听的，透过阮所唱的，当明白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的迄个引带甲带领，互阮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改变，互阮搁一遍伫新的一当立志，跟对主的脚步。主啊，阮将早起的敬拜要恭敬交伫主的圣手，恳上帝你派天军天使围伫这个四周围，互阮早起伫这所在看见上帝你的面，会当看见上帝你的荣耀的彰显，互阮早起伫这敬拜中间看见上帝你大大恩典赐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作为起立。来请安吼，刚刚兄弟姊妹讲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咱将一切荣耀归于咱上帝吼，一切荣耀俄罗主。一切荣耀俄罗，拢归我主我的王。你是看的尊严甲俄罗。唱我，俄罗耶稣圣名，哈利路亚！一切荣耀俄罗，一切荣耀俄罗，拢归我主我的王。你是看的尊严甲俄罗，咱着大声唱我，俄罗耶稣圣名。
边来，一切荣耀我来主，我这边来，一切荣耀我落，落为我主我的哦，你是看你尊严的哦落，咱着大声唱歌，哦落耶稣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荣耀我来主，一切荣耀我罗，都为我主我的哦，你是看的尊严。咱着大声唱歌，哦罗耶稣生命，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哦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欧来主，我这边来欧罗主，欧罗主，哈利路亚，欧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欧罗主，哈利路亚，欧罗主，哈利路亚。主是看住咱恶路的主，咱将一切荣耀归于伊，因是日班中引传咱的主，是咱放国中间引传咱的主，是咱家庭的主，所以咱尊重伊，恶路伊的性命。我伫日班中要恶路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主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主。我伫日班中要学罗你，日班中要学罗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主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主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过主天。我伫日邦中要学罗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主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过主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过主天。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来吟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现在，现在，现在，尊严大主宰，咱着唱歌这声恶龙主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天地安排。上帝至尊至关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万姓都敬拜，也有感恩尊严福人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必有乐敬尊，尊下感谢永远上帝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尊的大主宰，万民大声应是恶罗上帝主宾。现在，现在，现在，尊高万世代，保罗上归是多一大主宰。阿门。恩典主必主管的上帝。感谢你赏赐满满的恩典甲福分，互阮众百姓伫旧历的正月的假期享受着上帝你赏赐恩典、疼痛、团圆、休困。当阮要伫春节这假期中，第一个主日，阮搁一遍到你的面前，愿由愿用欢喜感恩的心。来迎接，也要备办。阮明仔载开始各行各业重新开工，重新一年的计划拍拼。阮恭敬要伫你面前来交托。愿圣神亲自高我扶持，互阮用尊主最大，敬拜上帝做阮一年的开始，也互阮领受上帝你的救恩。领受上帝你话语的祝福，特别互阮欢喜军队主你的脚步，甲主相同行，来确信来保守阮一年，拢有上帝你的疼甲恩典，来经过这个流年搁较流密有油得滴的道路。感谢你，互阮也渐渐准备伫新的年度所要进行的圣工。用今仔日做一个新的起点，上帝恩典疼痛，甲我的教会以及每一位兄弟姊妹三合同在。所以，阮伫遮同心主的敬拜，愿一切荣耀、恶乐拢归伫你，也你的平安、快乐以及愿望甲能力，拢赏赐伫阮众人的中间。阮的敬拜诚侪芳芳的祭，得到上帝你的感纳，得到上帝你的应允。伫你面前，我来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咱永远徛地，咱要来纪念使徒圣经，用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做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伫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入内受苦。定是日嘅死败中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第2转两地上帝大名，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
做下面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大家请坐。这时，请咱拍开启应文第17篇，启应文第17篇。因着我来启会众来用。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做阿多我。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你出你倒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的河水满满。你灌溉田园，收平土地，落到遐的雨水，互土软软。你祝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滴。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爸爸，阮的上帝，你是万军的耶和华，创造万物的主宰。阮是你的民，是你草场的羊。阮用称谢进入你的门，用学乐进入你的院，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代。主啊，阮也感谢你引带阮告别旧年已经过去，新的年新春当伫开始。无论过去一年，阮经历了甚物，你拢互阮倒伫青翠的草坡，带阮倒伫安静的水边。你互阮的灵魂精英，带阮行义的路。主啊，阮伫你的保守的下面，通过了这个年。新的年，也求主你亲自来引带阮。主啊，求你引带阮国家的前途，阮的领导者，甲阮政府的官员有智慧，通来领导阮的国家，通互阮的社会会当真正有一个良善的气氛，互国会、互逐个政府的机关拢会当顺序来运作。主啊，求你高保阮的牧者、谢牧师、夏牧师、甲詹牧师。求主你亲自来感动因，互因的带领之下，互阮福阳教会会当愈来愈好，会当引带更较侪人来认识主你上帝。求主你也引带阮的中级的团队，互阮遮个中级会当共心，大家会当和谐的气氛来为着教会、为着上帝，主你来做更较好的工。也求主你亲自来引带阮福阳教会正兄弟姊妹，阮侪人伫即个寒人，侪人有身体欠安的问题，抑搁伫过即个年的时阵，有的人过了无介好势，求主你也赐因健康的身躯，紧紧来恢复因的健康。求主你也引带阮的教会，会当伫新的年当中，为你来做较好的工，引带更较侪人来信主。阮伫即个旧年圣诞节的期间，阮旧年下半年有真侪福音的活动，阮也引带侪人来信主，侪人来加入主你的教会。主啊，遮个人因的信仰的根基还佫袂知，求主你也帮助阮，透过阮所做的工来引带因伫即个信仰起造佫较美好的根基。主啊，求你互阮成做佫较坚强的人。会当互阮知影什物时阵阮是软弱的，会当互阮成做佫较勇敢的人，伫真正惊吓的时阵，立板家己，找求补救。
求圣神甲阮同在，加添阮的信心，坚固阮所参与的圣工，互阮所做会当利用正人，归荣光互你。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申命记》28章第1节到第8节。恁若真正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以一切的诫命，上主，恁的上帝要互恁比天下万国搁较强盛。恁若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迄个福气就要丰丰富富临到恁。恁伫城镇、伫乡村，要得到祝福。恁生的儿女、土地出产的、精生的，以及牛仔囝、羊仔囝，拢要得到祝福。恁的篮仔、超米粉的盆，拢要得到祝福。恁出恁入，拢要得到祝福。迄个攻击恁的对敌，上主要互恁甲伊拍败，对一条路来攻击，要对恁的面前，对七条路逃走。上主要互恁的七仓满满，事事亨通。上主，恁的上帝，要伫赏赐恁的地赐福恁。献诗，请圣歌队。因所要献的诗歌是，咱着来吟诗。献诗线，请合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种作有福的田。
哈利路亚！咱用普发声来学到咱的主，咱就来吟诗。咱适合伫用这条咱台语教会吼上较爱吟的一条诗歌来敬拜上帝。感谢主，兄弟姊妹，咱伫即个春节的假期吼，对顶礼拜日，到即个礼拜日，大家伫即个拜三吼，有留伫咱教会伫咱台南的，咱拢有来做伙来感恩礼拜。事实今仔日嘛是算感恩礼拜第2场就对啦吼，因为有诶真侪兄弟出外旅游，即2天就倒转来到厝啊，准备明仔载吼，各行各业要开工啊吼，所以永远是伫春节诶即个气氛中间，咱甲隔壁来请安者讲新春恭喜，恩典满满，好无？来甲隔壁祝福一下。感谢主啦吼，咱即摆吼世界各国吼，即个假期会当像安尼休过到即个愈来愈少啊。因为即摆现代吼，迄个社会变动足紧吼，所以咱阁有留落咱台湾的古老的民俗吼，这是真难得吼，真难得。毋过2000多万人当时休困嘛，是一个头疼的代志啦吼，因为迄个设施啦、观光点。一定是客满满，所以大家人开车甘愿在高速公路顶咧塞车。毋过，迄种无方便吼，即个过程的气氛就小可来甲伊拍消去啊。这嘛是咱台湾人一个真趣味的情景就对。总是感谢主，咱真侪兄弟会当休困旅游团圆，会当搁倒转来教会敬拜上帝。咱要做伙来。用主的话来互相勉励，伫新春的中间，咱大声来祈祷，才来学分享。主，阮的上帝真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互阮伫过程了后，最后第一个主日，也是阮休假的最后一日，阮搁一遍组织伫圣殿，大家要通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彼此学习甲鼓励。愿你的话真侪美好的即个引带，真侪阮的快乐甲帮赞，伫你面前。互分享的，大家拢彼此伫着造就，感谢祈祷，我个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即个主题叫做经做有福的园啦吼。因为即个园咱台湾话即个田较少人直接讲。咱教会有一个中田遐，咱叫做中田遐名就有咧讲田啦。是讲姓，咱有一个兄弟叫做姓田的吼。咱的田世东叫做姓田，但是咱普通即个田，咱无咧直接讲田，咱讲是园，无讲田园这是咱台语的一个特色就对啦。但是咱要讲即个，就是讲咱知影，即字福即字真有意思，用即字福做咱的出发点，咱伫即个新春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所有的各行各业。咱毋茫讲，咱伫基督徒的信仰，咱所经做的，咱所种做的，春天要到，雨水一个来，咱的田园就开始要种做。那种做是毋是会当得到好的收成，咱毋知，因为天气变化，年冬好歹，拢是毋是咱所控制会了的。但是基督徒，若是你是要经做心的园啦，即个心中即个园。咱要安怎经做有福的园？这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事。意思是，咱现实的田园，咱都要用足最好的方法，农夫做实人，好好来经做。咱做基督徒的信仰，咱要安怎来经做迄个有得到祝福信仰的园？这是真重要的吼。咱一段经文，我会记得咱最近这3、4摆的聚会，牧师拢有用申命记。咱这申命记是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真多的教示甲命令，互这以色列百姓，因为因出来埃及，侪人也毋是真清楚上帝的教示，所以对10条诫，对这种种的诫命，就伫遮来颁布。但是中间拢有一个真重要的宗旨，就是讲，恁若是遵探上帝、上主、上帝的诫命，这是一个起头就对啦。意思讲，一切好。一切恩典、一切祝福、一切的领受是用遵守上帝诫命做开始的。
所以咱伫即段经文列8章1节到8节吼，头前有2句吼，拢安尼重复安尼讲。伊讲：恁若真正听喊上主恁上帝的话，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诫命，安尼，恁若遵行，若遵守这诫命，上帝祝福讲，恁的上帝要互恁比天下万国搁较强盛。这个强盛吼，的第一原因，毋是恁家己偌有拍拼，恁偌强，恁偌有势力，恁偌聪明，是讲恁有遵守听叹上帝的话。第2节嘛，搁一遍重复，恁若听叹上主恁的上帝的话，伊讲，这个福气就要丰丰富富临到你。安尼，咱通对开宗明义啦吼，咱要来耕作一区有福气的田，也是讲即个田地、即个田园，要咱有领受福气。那伫信仰的顶面，伫咱生命的田园，咱就是爱尊叹上主、上帝的话。伊讲安尼，即个福气就会丰丰富富临到恁吼。咱的经节，咱等下咱搁做中学习啦吼。咱知影福即字吼，是一个口，搁加一个园啦。但是口甲园即一口田，倒边迄是啥物啊？迄是一个祈祷，吼，这是神的即个字边嘛吼，一个士字旁，迄就是一个敬畏。所以敬畏的人要得到一口福气的田，叫做田，叫做福安尼。这个中国字吼真趣味，这字田吼，伫春秋战国的时代就是安尼，这个造型就是安尼啊，吼。这个造型你若甲查吼，像古早这拢是古早字就对了，伊甲拓印出来，迄个田就是安尼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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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有诶古早字是毋若4口尔吼，有6口诶，也有6口诶安尼。总共就是讲，即个典字吼，从古早字到现今，拢继续保持即款诶即个外形的。咱知影讲中国字是象形文字嘛吼，迄字，互你看出迄个意思，大概要甲实际形象有点相像就对啦吼。但是你若搁较研究落去吼，即个典字吼。也是这字田吼，伊是讲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哦。伊讲是正，即5国的合家，就是讲正有经过正做的，迄叫做田啦。所以你若去外面哦，一片红布野草，迄毋是叫做田。所以已经经做的，才叫做田。安尼表示爱加上人的气力、人的努力。当然，咱知影讲现在真侪所在。那咱台湾是拢会种做的拢差不多啦吼，人多嘛，有的国家吼土地真宽真四线，所以呢有真侪风暴野外拢毋捌开垦过，迄毋是叫做田，田是经过耕作过，正5国的。若安尼表示讲，咱要一个田会当有福气的田，爱经过人的拍拼，人的耕作。我细汉的时阵吼，听到我的阿嬷讲吼，我阿嬷吼，阮伫迄个岛厝都无偌大啦吼，对即庄过来即庄，就算诚远啊啦吼。伊讲伊过来吼，来先做工课，做啥物呢？伊对遮个小姑啦吼，对遮个同事吼，拢都爱去。家己所属的吼，即个家族所属的一块地小细块地哦，毋是像咱台湾的讲几分地、几甲地无啦，就迄山、迄个石头地啦吼，迄个山坡啦，就一点就往种做，拢种迄大娘就对啦吼。因当初时毋是讲干那要种做啦，对啊，逐个人拢一支吼，迄个乌骨吼，做啥物工课呢？去乌石头。因为阮遐吼根本都无啥物人个沙坡吼，也是讲大水来用我土来足肥啦，拢是内面拢石头，你来甲石头捡起来、挖起来，然后才有小可一点沙土伫遐通种做安尼。我阿嬷讲，伊少年时代就是
对这个这个家庭的人，大家去乌甲勉强，迄个石头拢捡起来，较有一点土通种做，这土豆啦、番马啦、高粱啦、番薯啦，安尼大概是安尼。所以一区田会当受种做，迄毋知经过人家一个干。所以咱嘛听见足个诗人咧写诗一句话讲汗滴禾下土安尼，就讲咱的汗滴落去土内底。真奇妙就是讲，看起来这无啥物关联，不过咱会发觉讲，农夫流汗滴落去田园，这个田园要收成要种做，迄是真奇妙的一个过程啦。咱嘛知影讲这土看起来都无啥物款有啥物有价值的所在，但是足侪物件你若无种落去土内，就袂生呢。这果子，这五谷，这稻这麦你无伫土内就种袂起来。所以上帝把迄个咱看做上界粗俗的物件，但是却是咱生命上珍贵的来源。甚至上帝用土来做人。所以咱对土是安怎遐尔有即个尊敬的心，就是安尼，毋通甲即个乡土把破坏去，毋通甲咱的田园污染去。这是做世人上大一个，会感觉讲上大上价值的所在。咱过诚时通常拢会亲情50拢来啦拢会相找啦，讲话有时拢会讲过去安尼。我嘛听到咱节目师的兄哥啦，伊咧讲伊80几年前伊的爸爸佮伊的阿公，等于到现在即个故乡的所在，遐个田园安尼，原来是拍园慢慢种做，种做，通有一块园通种做，通安尼至少会通9、20安尼就是感恩啊，是对无到有啦。是咱亲像咱即摆咱即个春节过正的即个家庭礼拜的资料，讲耶和华以勒所赏赐的，耶和华准备的，耶和华备办的。所以我嘛感受着讲，即个田园对伫现在人可能无啥物感情啦，都一区园伫遐，但是若是对一个做事人，迄实是亲像宝贝共款。所以我有感觉受着讲，除了我的阿嬷以外，我嘛感受着咱节目师的爸爸若要讲起来，伊一世人就是伫因家庭去区园，逐日拢去巡，逐日拢去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所在，倒位拢看了，因为一遍搁一遍，一年过一年，一季搁一季，迄区园就是伊的工作场，迄是何等，互人感觉讲，迄个生命的流露，甲一区田园的感情，迄才是足互人真感动啦。那田园是咱食米营养的来源。安尼，咱自古以来，咱就是有一个真大的恩典，就是领受上帝的恩典，咱来种一区有福的园，会晓种一区有福的园。这个有福的园，亲像箴言10章22节所甲咱讲的，讲耶和华所赐的福，互人富足，并无加上忧虑。台语的圣经讲，上主赐的福气，互人富足，内面无掺忧苦。这是咱要种做即句有福气的园内底第一项，咱是有富足，总是无掺着忧苦。过来，咱嘛知影耶稣的登山宝训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咱知影伫马太福音5章啦，30到10节有8福8福伊拢用福做开始。但迄个福毋是突然间走出来，就亲像我的阿嬷去乌迄个石碣地乌土骹，亲像节目师的爸爸安尼，一再去区园去耕作。迄个福气毋是白白来的，你都要认真去耕耘就对，认真去种植就对。所以耶稣讲的8福是对福开始，是证明上帝儿女确实有福的。咱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的儿女啦这个福咱
读圣经拢读会着，我小可甲大过。伊讲，第一，这是中文的吼，就是讲心内爽享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第二，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第三，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第四，枵喙焦、恨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巴掌。第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要得受怜悯。第六，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第七，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第八，为义受困逼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兄弟姊妹，耶稣咧讲即个福气，拢头前带着一个条件，吼，带着一个条件，心内爽享、忧闷的人、温柔的人、互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的人，迄就亲像咱讲啊，我要做神吼，毋是坐伫遐，咱讲看天田啦，吼，也是迄个农夫坐伫迄树仔骹，啊伫遐销粮，安尼园啊就自然甲你种起来。你若无流汗，你若要伫炎日的中间，伫落雨的中间，你无去园啊去遐种作，你就无法看见收成。咱的主耶稣用即个八福咧提醒咱，咱爱付出真多对上帝来的呼召，啊，亲像咱《申命记》28章内面所讲的，咱真正听咱上主咱上帝的话，遵行伊一切所行的。伊的命令啊，所以意思是，即个园啊，你毋是伫遐放伊家己自然自生自灭，是因为你有咧耕作，有咧设计，有咧致意努力。啊，所以伫圣经的内面嘛，记载真多上帝赐福互伊的儿女的故事啦。啊，咱小可抓一个真多吼，亲像创世纪开始就记载上帝做人，将人放伫水的爱甸农的中间，这就是一个祝福。第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因为疼，啊，所以将上水的恩典来赏赐予伊。约瑟，互人卖去埃及，看起来是经过真侪苦难，总是咒诅化作祝福。但以理受逼离开家己的国家，因为上帝甲伊同在，真做这个国家伟大的人，而且真做拯救伊的民族，啊，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伫国外，互人做奴隶的人，却变做救伊的百姓的一个人。第五，出来记记载上帝看顾伊的百姓，经历水火，毋惊毋惊灾害，变做是喜乐、自由、幸福的百姓。这侪拢是咧记载，这百姓安怎经历上帝的祝福，啊，是因为因欢喜军队主见了你上帝。啊，所以基督徒伫即个社会，咱看见逐个人嘛咧求福气吼，过正时啊吼，哇，咱会看见新闻吼，对头报到尾就对啦。逐项的祝福，逐个嘛烧钱要钱，吼啊，有诶庙事啊讲啊，迄个分遐的侪什么求福金啦，什么金，逐个烧钱甲抢甲，表示逐个人的心性拢是安尼啦。什么人无需要福气咧？但是基督徒所求的，毋是迄款烧抢的、抢夺的、送抢头的，毋是，是因为你欢喜军队，欢喜遵守主的诫命，即个福气才会久久长长，而且毋是甲人相济，因为迄是上帝要互你的。新年，新的工要开始啊！咱期待咱逐个人做伙对这段诗篇来得到学习。新年新希望甲祝福。拄则咱的师会有带咱读即个启示文17篇啊，吼。啊，其实启示文17篇就是诗篇65篇，咱中间有真侪水的应允，吼。啊，咱用即个来三甲学习。第一，新年的祝福讲，你要迎接丰收啦。诗篇65篇的第9节，讲你眷顾地降落啊，即个透雨，互大地肥个水，上帝河满水，互你即个眷乐通为人准备五谷。啊，即段话咱因为台语咧读较无顺，咱若照台语来读是安尼写。伊讲你眷顾土地，落雨眷乐，互土地真肥。
上帝河水满满，你按时准备土地，降金五角。咱拄也毋是咧讲一区园啊，爱人落去拍拼耕作嘛爱甲石头捡起来，爱甲遐园啊，拢爱迄土拢爱掘互伊松，犁互伊松肥料爱有够种种的努力，但是不一定会收成呢。65篇第9节是咧讲，上帝管顾土地，落雨管落，互地真肥，这是上帝的祝福啦。应允讲上帝河水满满，然后讲安尼准备土地，降金五穀，这是咱要得到福气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诗篇65篇的第11节，伊讲你用温殿做年会冠冕，你的路径拢滴落油这个经节嘛同款，现代台语讲，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路拢有油在滴。丰收表示四季拢真和谐，田园无拄着风台，是虫害，是水无够，拢会当充足。讲你就变做年冬的王冠。所以咱知影讲，现在阮住民因拢要伫即个丰收的时阵来做丰年祭，表示讲迄个毋是人家己会当掌握100%，所以用感恩的心来变一个祭祀，来献上感谢，望来年犹原会当丰收。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无望你一年现在人虽然毋是伫园咧种作，但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是你的生理，你伫公司咧服务，同款亲是咧经做一区田嘛。这区田，你敢无望你是丰收做年冬的王冠嘛？你的路经过路拢油咧地，表示讲真富裕真丰富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讲是要丰收；第二项是要望下面，要望主来恩待，来下面咱一切的罪过甲错误。拄则咱索隆长老咧带咱会前的祈祷的时阵，头前拢真强调讲，咱大家伫主的面前来认咱的罪，互上帝赦免咱的罪，除去咱的阻碍，咱人一切归结上帝。好像迄就是田园内底的石头啦，迄亲像咱迄个水无通啦，田园欠水啦，亲像田园内底若有遐个虫伫遐，有遐个无好的米伫迄个所在，你看怎种做拢袂水的，田园拢袂水的。所以真多上帝除去咱一切的阻碍，就是要一区有福气的田的这个重要性。诗篇第103篇讲，伊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病，已经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冠冕。赦免咱的罪真重要。一区田园，你若无除去遐个无好的因素，咱较侪努力都拢无效。台语圣经安尼讲，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夸冠赐互你。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是安要认罪，毋是咧讲拢家己看无家己真软弱，毋是，是因为你知影咱人的血气常常会犯着上帝所无欢喜的。当咱伫主的面前认罪，上帝会赦免了后，你真多，咱亲像讲血路拍通的共款，亲像水路拍通共款，亲像田园遐无好的物件，拢互你清除清去了。我咧讲，阮故乡迄种足夹的土地阮遐个庄脚遐个兄亲人毋若是乌石头若定，你乌石头捡大粒的都捡会起来，但是就爱去加迄种有迄个网迄胎较粗的胎甲规个乌起来头拢倒落去顶悬，就遐摇，互迄个土粉
落落去，迄较小可细粒的石头，咱赶紧摕去外面，无你种做吼都袂水袂好看。所以咱人要种一区有福气的田，也是爱常常除去遐一切阻碍。有真侪人讲牧师感觉讲吼上帝拢无听我祈祷拢上帝拢无要听安尼。有时我嘛毋知影甲你回答，但是有其中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讲上帝啊，是毋是我有得罪你的所在？是毋是我所讲、所行、所做，我的心思意念有互上帝你无欢喜？地数阻挡了迄个福气的通透。这是咱基督徒一个上基本的生活生命中足重要的事。咱知影犹太人因逐摆拢爱有赎罪祭，有祭司为着遮个百姓献上祭祀，讲上帝赦免咱所犯的罪，所做一切不义有时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以及咱家己的罪的肉体软弱，拢伫上帝的怜悯的下面，将遮个罪过拢除去。所以圣经内面真侪咧强调，咱有病痛，常常嘛甲咱的罪有关系。毋是讲咱做啥物歹代志啦，是咱家己的软弱，家己甲上帝关系无够。所以伊讲，上帝是赦罪甲医病是连做伙。上帝讲，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病，然后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然后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收束互你。第三，咱要享受上帝的富足。咱基督徒所以富足，毋是炫富，毋是讲甲人安尼表达讲我比人安尼较有钱较好个。富足的意思是心灵的富足，也是我物质的无欠缺。诗篇103篇第5节，伊讲伊用水的米，互你足你的愿会通知足，你到亲像鹰鸟欢乐欢同吼。咱的即个周培大纲迄个字写毋对去吼，亲像鹰鸟啦吼。现代台语较好读，伊讲伊用逐款好米，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遐尼勇壮。像即话，这嘛是诗篇103篇所互咱上帝应允，伊用逐款的好米，互你一世人满足。像即话，咱世间除了要面对一切苦难挑战、一切困难以外，咱世间人敢毋是要求福气嘛？上帝已经甲福气备办好啊，互咱讲一世人哦，一世人逐款的好米，一世人拢要互你，如果要互你恢复亲像少年遐尼勇壮，这上帝的福气，你要世间去追求的，你较侪嘛是遮尔，上帝拢讲我甲你备办好，甲你备办好，所以咱嘛会当对今仔日的经节内底看起讲，上帝从来无讲留遐的物件无爱互伊的儿女啦，这个话是反装句吼。上帝是爱要甲所有好米留互伊的儿女就对。伊讲上帝从不留美物不给儿女，不留不给就是买嘛。28章118节，咱看见这个经节会通得到真好的这个应允甲学习啦吼。伊讲咱所有拥有福气是来对上帝的同在。就亲像彼得咧掠鱼，伊顺探上帝指示，将网拍伫最深的所在。顺探，咱真侪人家己的生活中间有真侪选择，比如讲我即个头路、即个工作，我即个店面，我即个学业的选择。真侪人当然有家己真好，咱讲做功课啦吼，去研究即个行业即个安怎，但是常常无法当100%吧。但是当你家己有即款即个恩典的时阵，讲上帝，我尊叹你，上帝应允是上水的。足侪人拢会晓人追求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旨意，因为顺叹有时看表面上好亲像，甲你的看淡无啥相像，但是只有顺叹上帝的祝福，要伫最深的所在。因为彼得甲耶稣讲，阮规暝拢掠无鱼啊，照我经验都无啊。毋过照你的话，我就安尼做。耶稣讲，你去最深的所在，
彼得因去到水深的所在，讲鱼啊，规网的鱼啊，啊，佫足重网强强要离啦。啊，所以即个用一个有经验的鱼掠鱼人，都想袂到的嘛。但是上帝若要互你吼，你较想无的都要有安尼。拥有上帝同在，就会丰收啦。所以兄弟姊妹，有上帝同在什么意思？爱常常来亲近咱的上帝，向上帝求讨，甲伊建立亲密的关系。一个基督徒，伊要领受到即个祝福，咱讲亲像即个二等的免流吼，你毋是伫遐白白来，是因为你甲上帝有亲近的关系。圣经安尼记载，即个咱100到80内底有几啊项吼，伊讲伊要互恁比天的任何国家更较强大。就是讲，要互伊的百姓超过万民之上啦，互因伫世上的人的中间得到尊荣。一个国家强大啊，即个国民会感觉真有荣耀感。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咱台湾人吼啊，即几十年来拢活伫一个足无确定的中间，因为咱国际政治吼，就安尼足矛盾就对啦吼啊。邦交的国家也无几国啦吼，啊，佮对面的中国吼，定定甲你吵，甲你闹。有一站咱台湾人足无自信，你敢知影？吼，感觉讲台湾人吼啊出去拢毋敢讲我是台湾来安尼啊。但是因为咱台湾人大家拍拼嘛，认真嘛，勇敢嘛，啊，所以咱的产业愈来愈发达吼，啊，经济嘛愈来愈好，而且即个新冠疫情吼，咱控制了真好，世界逐人对咱刮目相看。即马咱足侪人吼，台湾人出去吼，拢嘛敢讲我是台湾来，嘿，人甲你讲啊，你是中国来，是毋是？讲毋是哦，因为你惊互误会啊。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吼，啊对台湾人是足欢迎的。啊，咱台湾的护照吼，100几国拢要接受，啊无邦交人要甲你接受，因为人看重你嘛。啊，所以。上帝互咱台湾真做一个比天下任何国家搁强大，咱小小一个小岛吼，啊2000多万人，伫世界比起来吼，迄前50名的呢，啊咱毋通看轻家己，啊这嘛是咱大家拍拼的结果，啊这是上帝的祝福，这咱家己经历会到。伊佫讲上主要赐福互恁的城镇甲田园啦，若是要互恁国家有尊荣。你的田园甲城镇也要复兴，无论伫什么所在，拢祝福互城市啊、乡村啊甲田园安尼。第三，上主要赐福互恁多子多孙、五谷丰收、牛羊济济吼，就亲像讲生养众多啦，啊遍满地面，家族甲产业的丰盛。上帝赐福，过来伊讲上主要互恁诶，这五谷的，啊个高米粉的即个器具拢蒙好，意思这是你的食食的功夫就对啦。你厝呢的灶骹吼拢丰丰富富安尼，啊生活得到饱足，物资爱真充足。啊，咱台湾吼啊，以早咱也物资欠缺的时阵吼，阮囡仔时代也是讲比我较年纪较大的兄弟，特别住伫庄骹，一年吼要食到几遍的迄个大风吼，迄是足难得的呢。啊，所以到过正的时阵吼，才有人抬一只鸡，啊无就买一支猪骹来控安尼。啊，即嘛毋是咱台湾吼，是等到过正时啊，毋通食伤好，因为吼营养伤丰富啊，吼。啊，咱选择颠倒饼就对啦，颠倒饼，颠到过正时吼，食迄安尼简单的较好食，因为营养平衡是拢有啊。啊，所以物资丰富。这是咱台湾人的福气啊！你看，逐项拢无欠，啊，这是上帝的祝福。过来，伊讲上主要互你出入拢平安，事事蒙福。伊这经节吼足趣味，这段经节足侪人爱引用啦吼。伊讲要互你打败前来攻击的对敌，对一个方向来攻击，要四面八方来逃走。啊，咱台语的圣经写了。甲原来旧的和合本写了足相像吼，讲因要对一条路来攻击，要伫恁的面前对7条路逃走。一条路攻击是表示伊势力足好嘛，
像咱一支钱啊，你要甲你攻破，啊失败吼，落荒而逃啦，7条路走，啊表示讲对得较偌勇吼。当有上帝甲你同在，对得要对7条路来逃走。咱台湾人面对着对面吼的攻击，你有即款的信心无？对得对1条路来攻击，要对7条路来逃走。台湾人若无即款的信心吼，咱虽然物质富裕丰盛啦，毋过你就会惊呢，惊讲毋知啥物阵对得要来啊。咱有迄个自信甲勇敢，讲敬畏上主，出入平安。对得对1条路来攻击，要对7条路来逃走，迄毋是人所做会到，是上帝的应允甲怜悯。所以咱讲爱为着国家来求福气，为着社安来求福气。还佫有遮经节，伊写讲，伫你的库房内底，你手所办一切，伫世上耶和华福气要临到你。佫来，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伫你所予你的土地赐福予你。兄弟姊妹，最后我讲。安尼，咱要怎建造一区有福气的田啊？有几项的建议，有几项的学习，我真期待咱伫新的一年，大家做伙用着即个，成做咱一个拍拼努力的目标。咱伫生命中爱拥有上帝美好的特质啊！你遵探伊的命令，就是甲主相同行嘛。啊，有啥物款的做法会通互咱甲上帝亲近，领受即款的福气呢？第一，常常祈祷，将一切忧虑来放伫上帝遮，因为伊顾念咱。第二，你爱慕伊啦，上帝甲爱慕伊的人同徛起，并且对伊显现。意思讲，我听上帝，常常祈祷上帝。第三，默想上帝奇妙的神迹，伫生命中所领受的恩典。倾听就是听主的话，安静用心。倾听圣神对咱所讲的，咱的良知会受感动改变，来催逼咱听顺服圣神的教导，咱就会明白上帝的心意。过来，常常跟对伊，才着圣经的教示，生活中间遵行上帝的话，就会蒙福气。第二部分是讲，你爱会晓讲起上帝的恩典。亲像用你的生命在解释这个圣经，证明上帝会当用大能的手来改变咱。所以咱教会常常会伫这个带导团队会同工来做见证。有兄弟姊妹爱将伊家己的事伫小组内底做见证。我看见吼，伫小组内底做见证的，迄比率是足悬，因为逐礼拜拢咧聚会嘛，一寡小代志嘛咧见证，一寡感恩的事拢咧讲起。常常讲，就是表示圣经的话真正有显露伫我的生命中。过来，咱基督徒爱行伫光明的中间，咱有使徒的特质，就是咱活伫日头下面。咱人讲阳不愧于天呐，虎不愧于人，就是我坦荡荡，无迄个阴沉，也是暗坎，互人感觉讲你安尼足歹捉摸的。咱现代台湾的政治上互咱感觉艰苦的，就是讲台面讲一段话下面做的拢无共款。公然讲白贼，伊讲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大家拢已经感觉足自然的这就是我得到权力、得到利益的办法，拢无家己迄良知通去看见真实。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一个政治者，若无诚实，一切拢是假的，拢无有第二句话通讲。伫国外有真侪的政治人物，因为伊有一个白贼，也是一个错误，就引咎辞职安尼，就下台安尼。但台湾毋是，你愈做毋对，你愈搞伪术来讲我家己是正确的，是无毋对的。这是咱台湾受到即款无好的伦理价值上大的困境，已经无一个真理，甲一个上帝正义、上帝公义伫咱中间。所以基督徒爱活伫光明的中间，活伫光明的内面，上帝同在，就是活伫光明内底。当咱有上帝同在，你会感觉讲我甚至暂时的委屈，暂时的
失败，并不是完全的失败，因为上帝要甲你治地。过来，咱来活伫信心的内面，相信上帝随时甲咱同行，向上帝尊荣、喜乐、光明来活起来。兄弟姊妹，这种种的事，当然无逐项咱大家拢记甲会牢，但是简单来讲，就是亲像《申命记》28章113讲，你若真正尊叹上主、上帝的话，遵行我今日所命令的一切诫命。兄弟姊妹，愿咱大家伫新的一年中间有新的祝福，愿上帝将伊做更较侪恩典、福分，加添伫咱的家庭、伫咱的事业、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国家的中间。所以伫新年开始，过正吼，咱做事人足敏感的，亲像讲即2天寒流要来，过来会落雨，落雨吼，哇，迄春雨是足宝贵的呢。水一个润泽土地吼，时间一个到就赶紧来野种啊呢。我印象真深，我细汉的阵吼，冬天即个时间拄啊上寒的时阵啦，有时我的老母吼，我拄着讲哇过正吼落雨来吼，袂记你通要佚佗休困啊，赶紧透早就去园啊，赶紧要野种啊，因为吼，迄个水足欠缺，有雨水，阮遐也无啥物溪流拢无啦，拢是靠天落雨啦，所以水一个来吼，人就叫起来啊，冷叽叽嘛是照常园啊，就开始落落去啊，赶紧野种落去，若无等后厝雨来，袂赴通润泽土地，安尼要迄个经济就袂发展啊，所以咱兄弟姊妹，咱伫生命中间有一区有福的田，咱就要好好来家耕作，上帝互咱绝对袂互咱吃亏就对啦，因为上帝讲要互你的田园有丰收，有丰盛，互你的园水满满，互你的田园拢亲像有油得滴。上帝祝福就要伫咱中间，愿今仔日的经节，诚做咱一年开始的一个指标甲准绳，咱做伙往即个有福气的田来种作，真期待。到年冬的免流来的时阵，讲感谢主，我有形的事业是得到福气的事业工作，我即个心灵的田园嘛，真正丰收，真正领受祝福。愿主将这款福气赏赐予咱，咱要吟首诗歌来做祈祷。这首诗歌是对主的人有幸福，咱用这首诗来诚侪咱的回应，咱要做伙来讲祷。做伙来，一个吟。对主的人有幸福，那只有相亲快乐，但是平安真定义，快乐，为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内着条大欢喜，听了主帮帮你，就是快乐，永远当的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他也可当的快乐，也祝福伊的我心，虽然平的归下去，为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内着条大欢喜，听了主帮帮你，就是快乐，永远当的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暗山谷，那袂亚所的脚步，为主甘带路。为快乐，为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
兄弟姊妹，咱有几项的祈祷来回应上帝的听。第一，咱甲主祈祷讲，主啊，新年属龙工商要重新开始，求主赏赐即区有福气的田，互我用心来耕作。我就是学习安怎跟对上帝，照主的教示来行，互我行伫一条稳定的道路，就上帝应允。上帝保守、丰收，要赏赐予我。咱有这款的确信，也咱愿意付出代价，遵守主的教示甲诫命，伫咱的日子的中间，有上帝美好的带领，互咱这区有福的田园会当丰收，会当见证上帝的恩典。第二，咱也求主，互咱拄起一切阻碍。困难、罪的阻挡，像圣经上帝应允，伊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病，伊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咱的免流。咱若有啥物艰难，有啥物阻挡，有啥物惊吓的事，咱甲主讲，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得罪你的，求你医治我一切的病症，互我来享受到你的仁爱甲慈悲做冠冕。第三，咱为着这个过程，大家人属龙工商，大家四过旅游佚佗团圆，咱感谢上帝。咱明仔载要开始恢复各行各业的工作，求主互咱一切拢顺遂平安。特别咱伫这个过程时，有这个传染的毛病，无论是感冒，还是胃肠的无好势，求上帝也赏赐医治。然后咱兄弟姊妹要转去家己工作生活的所在，求主带领咱一切拢平安。最后，咱为着家庭的亲人祈祷，团圆的时间短短，总是咱大家分布各位，有愿继续领受上帝的祝福。咱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献上祈祷，愿主的医治甲透放拢伫因中间。咱为着这个事，你有感动，照你所感动的事，咱同心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上帝感谢你，为大家保守圣神做工，神做引带，带领阮伫这过程的时阵，享受着上帝的祝福，阮经做这个有福气的田。求你互阮会当照你的旨意，遵行你的话，照你的教示，互你的美好拢成就伫阮的中间。主啊，求你赦免阮所有一切罪过，除去阮一切阻碍，互阮田园会当得到收成，互阮的田园得到丰盛，除去一切无好的阻碍。上帝，阮求你也保守，阮伫这过程时，大家出入平安。上帝，你保守兄弟姊妹，转去家己的所在，也保守因。大家上帝，你祝福新的一年，拢做上帝的看顾。阮为着平安中的兄弟祈祷，求上帝你医治甲透放，拢伫中间。感谢你，恩待阮，感谢你。主爱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主你的话来得到一个确信，就是有福气的田园，上帝你已经备办好，总是你爱阮去遵守，你爱阮去耕作，你爱阮军队照你的时来做。上帝啊，帮助阮，互阮谦卑会当甲主相同行，来敲吹上帝你互阮的旨意。当阮照你的教示来行的时，主你的应允、丰收甲祝福就要临到伫阮。被上帝，阮有拄着做阮家己的心思意念有罪过，有罪孽伫你面前的，求你甲阮排除。阮即个有福气的田，无因为阮家己的罪来拄着阻挡，享受到即个田园的丰收甲平安。被上帝，阮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祈祷，求你赏赐医治临到伫因的身上。特别阮伫即个春节假期结束，大家人要转去家己徛起的所在，亲人要回归伫家己的生活工作，求上帝大大赐福恩典，阮大家出入平安，逐日拢经历上帝你同在喜乐。让阮的礼拜归荣光伫你，阮兄弟姊妹，大家人做伙有心、热心服侍你。伫新的一年，教会要推动的圣工50几年的准备，求上帝啊亲自给阮备办。感谢你，互阮伫新正过了第一主日做伙敬拜，愿阮的敬拜，上帝你甘纳。伫你面前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是请咱同心来做奉献。请兄弟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也这请坐，请咱拍开本月的金句，伫咱周报的最后一面，因着咱做伙来读。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正有活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咱搁做伙来读一遍。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正有活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请兄弟献到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圣工分配，主理是詹牧师，司礼是谢生佑长老。本周下周各团契的迄个聚会消息，请咱家己来看第2页的下面。第3页集体交通本会消息，第1大点，本会定伫下主日2月9号举行新春圣礼典。第2大点，小会公告，本会定伫2月23号主日召开定期的会员好会。咱今仔日的周报有附咱会员的资料，若是咱有出入的，请咱向办公室来做更正。第3大点，本会定伫2月16号举行福音主日，江怡君老师诗歌见证分享会。伊要分享的题目是为哀哭到跳舞。今仔日咱会后要举行2月份的庆生会，以下是咱今仔日的名单。第5大点，其他的消息。本周的周报因为春节连假，周报提早伫春节进前来印，所以呢，一寡奉献聚会消息无法度来刊登，伫2月9号下补刊。本主日爱心午餐暂停供应。温度培育曙光的研习会消息，
管弦乐团第2期要开始招生啊，伫2月15号来开课，为期3个月，总共12节课。上课的时间是每礼拜六下晡的3点到4点，地点伫教育中心。已经开始受理报名，请兄弟家己来注意。现到第4页，第2大点，2025年年度文道训练的课程，约翰福音的研读。第3大点，富强2025年年度富强文道学校已经伫1月19号正式开课。请咱有兴趣参加的兄弟来注意这个上课的时间。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哈，我来做补充报告。首先，咱欢迎哈，咱顶礼拜有来咱遮聚会的林淑娟牧师娘，伊今日伊的表姐嘛有来参加。咱堂姐哈，咱听堂妹啊，歹势，讲伫对花莲来的吼，来欢迎你，甲拍拍欢迎你哈，欢迎你哈，感谢主。林淑娟牧师娘哈，欢迎，感谢主。咱小等下有迄个生日的庆祝啦，咱小等下留几分钟，咱甲遮的寿星祝福了，咱才来离开吼。拄则咱书会已经报告详细，我一两点要甲咱提醒，就是讲咱手中有即张即个会员名单，咱即届小会吼有大调整，调整的意思是讲有一寡会友是不可抗力，就是讲伊都出外，是袂当来教会啊。咱拢甲放伫，经过1冬以上无伫遮，咱就甲放伫叫做吉在人不在，就是讲虽然有会籍，但是无伫咱遮，所以名单有拨足多过，搁有诶兄弟时间袂好势，咱甲放伫不可抗力。咱要请会友吼，你看一下，看有安尼咧调整名单有时会漏交嘛。讲我诶名来无去安尼吼，特别要拜托咱小组长，因小组长上了解你诶当工诶即个情景，你来。若有啥物所在收假，赶紧来互咱的干事，因咱后礼拜就要开始印手册啊，吼，后礼拜就要印手册啊，所以呢，即点咱请小组长伫即礼拜内尽量赶紧会当来甲咱帮忙。搁其中一个任务啦，吼，啥物任务呢？就是拜托咱的小组长，你伫即年中间，除了咱有会籍的会友以外呢，有真侪是咱的无道友，有真侪是咱客籍。啥物叫做客籍呢？已经受洗了啊！伫别间教会洗咧，毋过伫咱遮咧聚会，迄叫做客籍名单啦吼，也是讲咱遮无队友，遮无队友名单嘛，请你提供，有稳定来咧聚会吼。咱遮名单定做咱一个关怀的对象，无咱毋知咱教会有偌侪人一遮吼。咱进出无印伫即个公告内底，来印伫咱的手册内底。即点咱请大家拜托。当然，咱希望讲伫后礼拜吼，后礼拜中间。咱有关各小组会当关心这小组员，爱伫2月23来参加这个好会。咱为着要掌握人数吼，若有人要请假，你嘛甲名单甲列一个，安尼人控制名单，较袂讲哇，咱会友遮侪吼，若来无到一半就袂成会啊。所以请有要请假吼，客籍的吼，名单有错误的，赶紧来回应哦吼。搁另外呢，就是咱看即张图吼，即张图是咱2月16日2礼拜后，咱要举办即个福音主日，有一个主题叫做对哀哭到跳舞，是对忧伤哀哭变做跳舞呢？即位江老师吼，伊是音乐家，要来指导咱的圣歌队的声音的部分，然后带圣歌队做献诗，伊也要唱歌，来做见证，2场礼拜吼，请兄弟。当作像咱这福音主日安尼，招朋友、招无队友来参加吼。搁来这文大学校吼，咱已经咧开始啊。咱感觉报名的状况吼，会当搁较好，所以鼓励还未参加的，特别小组长邀请这个新受洗的兄弟，一定要来上这个课，才能了解信仰的基础吼。这点咱都爱来第1场礼拜时来上课啦。
来参加第2场礼拜就对。所以伊这是对9点开始哦吼，9点开始第3楼足方便的吼，请赶紧过来招呼。过来是咱有一个约翰福音的研习吼，对3月开始，咱请大家会记真吼来报名，因为咱需要准备资料所以这个是真好的课程，是正讲像读西人医的课程安尼啦吼，是足扎实的咱毋茫足侪人来参加咱来研习来参加这个学习安尼吼。好咱拄则咱的师会嘛有讲周报今日才2张啦，定伊咱的出席。都一礼拜拢无聚会嘛，所以出席报告嘛无，风险报告嘛无，因为这个周报是一礼拜外前就印好过正前就印好所以后礼拜才会甲咱过正甲这礼拜搁参顶礼拜的风险做伙印就对啦后礼拜才会印出来。最后请搁甲咱补一个就是咱春节的时阵，咱有送一个经文的小红包虽然这是少钱，不过足有意义伊内底有2张。这个经文卡，2张经文卡，一张是上帝要对你讲的话，一张是刮刮乐毋是咱来迄人中1000万迄种刮刮乐但是你要是你心灵的1000万这会当用刮刮乐甲迄刮刮的讲迄句圣经的话是啥物话所以咱有诶出外无摕到的降存无济啦，礼拜煞咱伫外面会当甲咱的干事讨有摕到就免搁摕一分就有够请大家免客气搁另外迄个搁有剩小可的迄个春联咱就过遮过嘛。你若讲搁有位要搭，会当甲摕好了就对。有要摕第2份嘛，袂要紧安尼就对啦最后祝咱有诶亲情5站拢安尼陆续要离开，要转去原地家己生活诶所在。求主保守咱拢一切拢平安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咱的中昼顿搁暂停啦，但是咱的嘉宾厅咱的心灵专家有开放大家让小坐一下，才倒转去安尼，多谢咱等下要来庆生来，请兄弟起立来吟上行的诗，吟诗煞，请牧师祝祷。上主大仁爱，应点你心内，主的调为是叫，你应同在。我主眼光变就应主闭关待你。相信我就你对自己高应世代。咱再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夫妻引带，对新年当开始，恩典满满伫咱正大家中间，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默祷，圣光地祝福了，来庆生才结束。
感谢主，愿主赐福保护咱。感谢主，咱也要为着2月份的上车来庆生。啊，咱看到这个蜡烛无够啊，咱这个新的蛋糕伫遮哦，迄是咱的三英执事手工做的哦吼。虽然袂食，真但是足好看，对吧？咱甲拍拍一个。谢谢三英执事哈。咱再来唱，来2月份的上车才起立，2月份的上车才起立，我甲你祝福。对，来唱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新蜡烛点了袂好，是不要紧，咱只随下这哈，来头前在徛伫遐就好啊，迄张上较水。来，无分袂要紧啦，唔免啦，徛伫边仔就好，徛伫边仔就好。来，你代表吼，啊徛伫蜡烛边吼，咱来为着这个受洗来献上祈祷甲祝福，来，咱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2月份春天到这个受洗，上帝满满祝福伫因的身上。主啊，阮一生要领受恩典甲祝福，就是祝你享受平安、健康、喜乐，也阮一生甲主相同行，享受你对天顶来恩典。阮将这受洗交到你的圣手，就是因带因伫人生的脚步，因有主的同在，就是享受迄个生日上大的祝福。愿主你施恩保守，也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日过正时，大家互相的互动，享受到迄个温暖，继续疼痛伫阮中间。当阮要转去路站，求你也保守阮一路拢平安。感恩恳求祈祷祝福，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这受洗拍幕啊，好无？多谢，感谢哈，大家回座，愿大家顺行平安，多谢。今日的聚会到这，请兄弟互相请安。